咱国内野狗的数量已经超过15万啦。即马保育团体是讲，这个狗仔，毋但是威胁到交通的安全，佫会攻击其他的野生动物，也会变作是小狗病、炭病的来源。所以，或者是呼吁大家莫搁饲这个野狗甲野猫。这个礼拜也会发起大游行，希望社会会当来重视。 根据救伤资料，过去30天对哪里威胁上大的原地是陷阱，即马已经变做流浪狗仔，因通常攻击尾溜，造成断尾，互哪里无法度照顾幼囝。也若今日消失的山鸟，根据研究，每5只就有1只互狗咬死。流浪狗仔、猫仔也会甲山鸟竞争食物，威胁山鸟大的环境。 本来分布范围就已经很小，被紧缩的动物来说的话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危险。就是它本来可以利用的栖地，但是猫跟狗侵入之后，它其实就不太喜欢，或是不太能够利用。 流浪狗仔和野生动物送入救伤单位的数量愈来愈多，学者指出，要减少流浪狗仔、猫仔的数量，上会通的方法，毋是 TNR 掠起来绑架放回去，是减少家饲。只要家饲会延长流浪狗仔、猫仔的岁数，增加生育率。也有兽医认为，饲流浪狗仔、猫仔恐惊毋是自卑，是残忍。 禁止喂食是最有效又经济的方法。不要喂食，它在野外的环境之下，一般而言，它的寿命大概都是1到3年。可是你喂食的话，就是会延长它的寿命。创伤或者是疾病交叉感染的问题，它其实让流浪犬猫在野外没有动物福利之外，因为你的喂养，它延长它受苦的时间。 针对目前政府按算推动试办计划，牵涉特定生态热区的流浪狗仔、猫仔，万野心竹生态协会指出，试办计划内容即马无公开，无法度检视和监督，呼吁主管机关莫阁关门做代志。那相关团体也会伫这个礼拜下晡举行为野生动物来行游行，强调狗仔、猫仔有厝，无应该流浪。记者林静梅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